好，来，今仔来看72。Day and night and four seasons， 昼夜跟四季。来，写到海波美波记，好不好？写到美干净的准备。好，早上跟晚上。系啊，你有看吴宗宪就要休你3暝3日，哎，3天3夜嘛，张学友也看过嘛。为什么会有日夜？啊，太阳。Day and night。因为喝耐牙膏。别自入行销，你是不是拿了代言费？天体运行论一再以为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，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地球来讲嘛，你要 spin， 自己在旋转，啊，所以造成日夜。地球他妈 say， 来，咱英文安尼，这样北极。它绕着地球转嘛，好，它绕着地球转，它怎么转？它方向怎么转？有。当年日月星辰，是安怎说？就这样绕啊。啊？哪一边起来啊？东边啊。东升西降嘛，啊，东升西降嘛。它表示咱地球是对对谁对？对，是哪边往哪边转？东边往西边。嘿，西边啊。西边往东边。由西往东转，自西向东转。啊，你咱看起来太阳太东升西降。啊，咱为北极上空安尼看过，它就是如果这是北极看下去，它就是怎么转？逆时针转，咱地球的公转嘛是逆时针方向哦，所以港朋友，嘿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公转，来，现在日月行公有自转，因为自转就是日夜造成的。来，所以课文加工部位哦，他说天上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每天都是由东方升起，西方落下。哎，这部位是完全正确的吗？我今天我问你，所有的日月星辰，毫无例外，每个都是东升西降。这句话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因为太肯定了。因为你觉得不对的几率很大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么多日月星辰，你也吹的结不是这样子的，那这句话就错了嘛。好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哦。我以前大学联考的时候，我有一种题目叫多重选择题，多重选择题就不止一个答案，可是它是按答案分别给你分。所以题目拢从什么那个下列何者正确，他就给你5个乐等的答案，给你选。A 有你也选了，这一题有分。B 有你没选，这一题错了还要倒扣。C 没有你也没选，这一题对了有分。就是这样子，一题一题给分，等于5个小题就对了，虽然它叫多重选择题。我大学联考的物理哈。有一题考我高1的基础理化，我还记得是考日光灯的。结果5个我看无哦，5个我拢全摇，5个拢摇对。阮上好的朋友5个全摇，5个拢摇唔对。伊这条甲我差至少5分以上。大学联考差5分，把我飞过几百个志愿。我怎么猜的？第一个。我看题目叙述的长度，比较长的就错了。你们觉得干嘛呢？你若拄到下列何者正确这种选项，讲5个
叙述，你感觉叙述较长的，较有对的可能，还是叙述较短？当然是短的。啊？嘿，我甲你讲，迄个恁题目做无济啦。我以前拼命做题目，做到尾仔拢有直觉啊吼。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内容是对还是错，但是我根据叙述，我甲你讲吼，对的几率比较高。为什么？我有不容易放更多错的上去啊。谎言总是长篇大论，真理总是言简意赅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讲北菜，我要圆谎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要讲一堆？我如果讲出来的是真理，是对的，是不是简洁有力就好？我凭这样，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的语气。他的语气像这种很坚决的，没有婉转余地的，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错的，我就判定他不对。你俩语气其中大部分的什么都什么样，这个听起来比较有可能对。我就用这个猜，把5个选项都猜对哦。好，对啦，我唔知伊在混的这吼，笔记无啥物。对未来没有什么帮助，但是对考试考高分很有帮助。好，我大学联考物理，满分100分，我考95.5分。不过我们那年代单科考90分以上的，我们可以到大学去自由选系。譬如说我的总分填不上台大物理系，但是我会让先填台大的，比如说农技、大气科学。我也要水让转系哦，马上转到物理系。你如果英文90分以上，也可以比照办理。师大英语系是第一类组师大最高分，你可以先填别的系，一进去马上凭英文90分以上去转英文系，任何单科都可以这样转，国文也可以这样转，数学也可以这样转，好，比例比我应该物理也比较简单啦。后来，所以哪个不会东升西降啊？我们还是要知道啊。哪个日月星辰？金星。哪一颗星不会东升西降？太阳。点星啊。对啊，北极星啊。北极星有啥特别？它会很轻哦。北极星有什么特别？其实我告诉你，北极星一点也不亮。你看它北极星很暗，那北极星在星体里面为什么那么特别？其实它一点也不特别。它特别的原因是它正好地轴一直往上无限延伸，刚好对到它而已。多可以瞎掉啊！所以这颗北极星是不是你在地球怎么转看到仰角都一样？所以你一定看起来就袂当。有北极星，有南极星，有南极星，比较无限延伸到满天那么多星，有没有多对的几亮？有可能。都没有啊！你敢有看过南极星？你是无的嘛？你是北半球要安看有南极星啊？咱北天的星座。有咱特殊的星座，南天有南天的星座，咱甲我讲的生日星座，就是借赤道借黄道面延伸出去12个星座，这12个星座是南半球、北半球都看有的，但是你若偏这边的星座，伫南极星附近的星座，你伫北半球你就看无啊。相同，你伫北天的星座，若是北极星附近的星座，你伫南半球你就看无这个星座啊。所以全天有88个星座，88个星座，但是咱会当看到的，不是全部。
就是以南极星附近的星座来看无，咱要到南半球啊看有。安尼知影？包括南极星，包括南极星。好，所以看星座，恁看过星座盘无？有。哎，有记得有星座盘吗？我今年会借星座盘，近来都有出无？我以前借星座盘，同学伫遐写半箍，我教伊安怎看，结果伊写了，伊讲老师，我找无北极星一堆。北极星。啊，真正找无哦，你老想安怎找无？我就问你啦，你星座盘一直写啦，对一个物件袂当。中迄粒螺丝对无？对。迄个北极星啊，啊螺丝袂当印字嘛，伊袂当印字嘛，啊所以伊个找无北极星嘛。星座盘诶，北极星就是中迄粒螺丝啦，那个就是北极星啦。啊，你的星座盘你袂当撒去纽西兰、纽西兰、澳洲佚佗吼。你撒咱台湾的星座盘是完全无共，因为星座根本拢无共。你买星座盘，你敢来当伫台湾用尔？啊，上加你若讲去外岛，你若讲去澎湖啦、兰屿、绿岛，咱附近的迄个外岛，我甲你讲，我有甲你讲过，我迄阵做兵连东沙无？有啊。我这边中二文的就有东沙。我就在那边1年半，去东沙最大的娱乐就是晚上走到外面来，抬头一看，满天繁星。因为我拢住伫地下碉堡，我拢灯火管制，迄军事管制区，我地面拢灯火管制，所以暗时要完全没有光害。抬头一看，满天繁星，尤其是那个猎户座。猎户座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猎人3个腰带纹，啊，然后它头跟尾2颗1等星，那猎户座详情册，我就看着猎户座，然后晚上看，后来我就看到脖子酸，我规日倒落那个水泥的草坪上看，然后看我放假回去，我就买一个星座盘，写星座对照。我就慢慢猎户座越来越晚起来，后来我终于看不到它猎户座了。等我又看到猎户座的时候，一当鬼一样，1年过去，底下是岛上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。啊，我就在那边看，每晚看着星星，看了1年半，然后才回台湾来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刷地理外岛哈。哦，它真的满天繁星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在我们都市，拢会拄到光害啊，拢会拄到光害。所以那个星星东升西降，日月星辰东升西降的，因为地球自转。后来咱来讲四季变化，想要那种四季变化，想要咱去会遮看，春夏秋冬，各有昼长夜短，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为地球公转。来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夏天的时候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还是冬天？热天的时阵，咱这日头离咱较近，还是寒天？夏天。来啊，来投票，来投票，嘿，来进行来，拢爱投哦，朋友嘛爱投哦。都每个人都要投票哦，都要举手。你认为夏天的时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。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。我们来看民主有没有真理啊？民主投票都可以选出真理啊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票。你认为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。冬天比较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票而已。有，当然有一样啊。你认为一样的，你每当2票，你每当包牌，怎么会包牌？
你要去做3个都举。不要放下，你都放下，你都让他举掉，这我感觉是一样。5票，5票。哎，上济是迄个嘛，上济是夏天离我们近嘛，好。因为时间比较长。好，这证明呢，民主不能选出真理。190页表示冬天比较近。投票的结果未必是真理啊，真理不能靠投票啊。真理不可以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唔知答案吼，你嘛要有一个直觉。就是讲，若做讲夏天太阳离咱较近，我敢会问这个问题。不是废话，那我还会这样慎重其事的问你吗？当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，你虽然知道答案，你可要甲你倒病的就对了。就选择跟你的直觉相反的就对了。就他预判了你的预判啊。对无？无我讲话会安尼问你，若冬天啊晴，若夏天啊晴，我就袂安尼问你啊。你知道我们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吗？问题来啊！如果今天是因为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我们是夏天，那请问，那南半球难道就比较远吗？那地球是2个半球分开来的吗？它是夏天的时候，我这北半球就飞了靠近太阳，南半球就切开来了，跑到离太阳比较远的地方嘛。当然不是安尼啊，咱的夏天跟冬天是因为安怎？阳光直射跟斜射，日头伫遮，咱的地轴倾斜，会不会倾斜偌济？23度半嘛，所以这个时阵阳光直射北半球，这天叫做夏至，咱的夏至是北半球的夏至哦，但北半球的夏至是南半球的冬至哦。阳光直射南回归线，夏至，谁来到遮的时阵，阳光直射赤道，这叫啥？这天叫夏至嘛，这天叫啥？秋分。秋分。谁来到家叫啥？冬节，咱台语叫冬节，就是冬至。来，冬至咧搞啊，对无？对。拜五冬至嘛。来，我搁问你一个问题：冬至是看国历啊，看阴历？看阳历啊，看阴历？阴阳历。来，投票。你以为冬至是看阳历的，看国历的举手？冬至是看阳历的，好放下。你觉得冬至是看阴历的？你又要包牌了。2只手，我2只手而已。看阴历。嘴，好放下。我们又一次证实了民主不能选出真理。阳历哦。阳历是哪历吧？不用看，2个它就长。来，我来你讲安怎分啦。所以阳历是什么？阳历是农历吧？阳历是国历。阳历就是国历啊。中秋节看啥？中秋节阴历啊。中秋节是看国历，9月15中秋节你是国历啊，阴历的。阴历的啊，对不？不是阳历的9月15是中秋节，是阴历9月15是中秋节啊。8月15。8月15啊，讲对。9月15是中秋节的满月，这多济。来，我来讲安怎分，跟太阳有关的就看阳历，跟月亮有关的就看阴历。来，你看我顶管有的月亮，你写这你是写啥？它是绕着什么？它是绕着太阳啊。所以我们要看什么？看阳历
可问题来了，冬至有固定某一天嘛？第一，你说看阳历为什么它没有固定哪一天？啊，确实它没有固定哪一天。那你冬至是第12月，可是它是在12月的21、22、23这3天跑哦。因为他要看心情跑，有时候跑就跑，有时候跑就跑。你若看阴历，我问你的，你的中秋节有像这样固定吗？你的春节有这样固定吗？春节都未走嘛，有当时放寒假都还是有春。咱讲做长夜短，咱讲做长夜短，想要来做长夜短的经历。来，咱回答小时啊。右半边是不是白天对着太阳，左半边是不是黑夜？然后我们在北回归线这个位置转过来的时候，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起了，但是还没6点呢，你要多转一点点，才会到6点。所以夏天的时阵，阳光就提早了这么多。转过去对面也是同样的情形，太阳就会晚下山，南半球正好反过来，在黑夜这边多的这一段，所以我问你，赤道比夏德家刚有昼长夜短的经历。无哦，你看赤道的学生讲啥物昼长夜短，昼短夜长，伊甲你讲，阮1年365天，天天太阳准时6点起床，准时6点下山。昼长夜短的情形会随着纬度的增加，愈来愈夸张。你有人去过北海道佚佗无？你啊？去北海道佚佗，食多好个对。从顿位早餐到晚餐拢是白费，食到尾还惊。阮是暑假去北海道的，北海道吼，1年9个月的冬天，1个月春天，1个月夏天，1个月秋天，就是6、7、8月。还是很冷。剩下都冬天，剩下的月份都是冬天，都下雪。所以，阮暑假去的时阵，阮暑假去，阮迄导游甲咱讲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窗帘记得拉上。伊讲3个旅行团来天光啊要食早顿，综艺餐厅人无开，一看手表啊，暗时啊3点外，晚上3点多天亮了。晚上看到天亮，宝贝早餐综艺吃，人未开3点外，太阳8、9点才下山，3、4点就给你爬起来。想嘛，北海道几家？夏天的时候，它的航这么多，北海道来你也看北极圈以内。伊安怎说？一天24小时安尼说，拢看到日头。所以这叫永昼永夜。北极圈以北，南极圈以南正好相反。伊安怎说？歹势看不到太阳。所以北极圈以北，南极圈以南，迄叫做永昼永夜。永昼永夜是安怎？半年的白天，半年的黑夜。你如果在北极圈以北你看到太阳是什么样子呢？它不可能到天上天顶，它就在地平线那里很靠近地平线一个地平线它一起晒一天晒一个，都不下山，多晒一个，每天这样绕，你都看得到太阳。半年后，咚下去了，拜拜，半年后再见。所以，迄叫永昼永夜。以早有一部苏联的片，因为苏联有部分的，可是北极熊跟企鹅会有忧郁症吗？
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医生证明，没有医生给他们开诊断证明。你有用那个黑夜太长，对啊，你哪一上学，的出门就是半年了哦。回家放学回家就是半年，半年后再上学。假期有点长。一年当一天过，一年当一天过。你知道一部电影叫做《White Night》，你直接翻叫做《白夜》。面当然咱翻过来叫飞跃苏联，伊是咧讲迄阵苏联这是共产国家的代志，的一个舞蹈投奔自由。它里面那个主题曲《Save Save Me》，那个是很有名的抒情歌。但是我要讲的这部片的片名，啥人叫做《White Night》白夜。白夜艺术就是咧讲这，因为苏俄有部分的领土，俄国有部分领土在北极圈以内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，White Night 就是夜晚是白的，就是晚上看得到太阳的状况，这就是 White Night 这个名称的由来。这讲有昼有夜，所以纬度越高越夸张。到赤道的时候，你就无啥物用做，你就无啥物昼长夜短啊，大家拢是准，无论你是对一个季节，一年365天，然后说一个是准时，一天就那个太阳看见就是12小时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吗？圣诞节都会搞啊，咱圣诞老人的装扮是啥？红色大衣，大棉袄啊！你要想到呢，咱即摆这个时间对澳洲、纽西兰遐的人，拄啊热到要死的夏天呢。纽西兰人敢有咧过圣诞节？有啊！所以纽西兰的圣诞老人敢会当过安呢？过安我中暑。红色比基尼。红色比基尼，好吗？红色的那个泳裤。所以纽西兰圣诞老人是穿红色泳裤的呀。红色比基尼夸克。打赤膊。纽西兰圣诞老人那画那个大红棉袄，还有不服那个季节啊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南北半球这个差很多差很多。你刚才讲。你咧看南半球的时阵，你讲，你细汉去看地球仪，真咧讲，南半球的这边的人会不会脑充血啊？他们天天倒立耶。你看二表吊单杠，你袂脑充血，南半球这人是脑充血。我定位问你啦，我定位甲你讲个拄血故事啊。若拄血真正问你讲，同学，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？你安怎讲？做过。厂商的问题。厂商问题啊。厂商的问题。厂商瑕疵品了，对。钱不够，赔钱。多给钱，拨经费，不然我们叫厂商去修改，把每个地球仪都给它搞正。不要这样歪歪的，成何体统？通常你也讲。地球仪歪的是因为地球就是怎么样？歪的。地球就歪的啊。好啊，我就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。那地球为什么是歪？太空中没有上下左右，你凭什么讲人歪？我比如我安尼徛啦，我徛歪一边啦，我是以什么为准？地心。是。我的为准就是牵直线嘛，我牵直线怎么啦？一条绳子把那个中尾变地雷嘛，这个牵直线指向哪里？指向地心对吧？所以南半球人敢有倒掉？无啊。咱该问一个问题：地球歪是以什么为准？以太阳为准。我就继续问你，追问下去，太阳也没上下左右啊，你为什么可以以太阳为准？
因为不是以太阳为准，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平面为主。咱的地轴就是躺一边这样转，不是甲公转面垂直。今仔咱地球的地轴若甲公转面垂直的话，即摆咱所有地球仪拢爱做直的。我顶有讲过，迄个天王星，伊的自转轴几乎是90度，所以你今仔若要做一粒天王星仪，伊会倒来，伊会安尼洗，几乎水平90度这样转，这就是天王星仪。啊，但是现在地球仪是倾斜，23度半。啊，南半球的人，他如果丢一个东西往下掉，东西是往哪边掉？往地心掉嘛。所以对它下面就是地心啊，以地心为准啊。所以南半球的人会说，你说我倒掉，你们才倒掉，你们北半球的人才倒立嘞，对吧？你有听看过迄个台东有一个所在叫做水往上流？台东有一个著名的景点，你有听看过吗？啊，那个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水好像真的往上流？为什么？因为它上面有抽水的。那里重力失常吗？啊，你看了你无问讲什么原因？人边仔有写呢？啊？没有。那是错觉啦。想让我这种错觉，然后有你看，因为伊遐吼。我还没回来。这是水沟，它的水这样流。我画的比较夸张，它就是倾斜角很小，可我画那么小的话，你会没有感觉，所以我画夸张的。它的路面是怎样？这是它的路面。啊，你徛伫路面，你若安尼徛，你若家己当作是垂直的话，你看你的水，个往哪边，就会感觉往上了，对不对？就会感觉往上。那是因为你把路面当水平，把自己当垂直，然后产生这一条水沟的水是往上流的感觉。但是实际上，它还是往下。啊，因为它的角度很小，所以你没有，你如果倾斜角很大，你就知道，这歪的啊，我站起来这个路就歪的啊。但是也倾斜角很小，所以你也错觉那个有水往上流的错觉，其实是路面差跟水沟那个差造成的你的错觉。好，所以当你上下是地心吸引下去的，你要在当场如何破除这个错觉呢？然后盖一步，你就照我刚刚讲的，你拿一个铅直线，你拿一条线把那个重物当场在旁边去测那个水沟，你就会看出来它还是往下的，因为这时候铅直线那一条就是基准，那就是基准。你又看得出来。咱现在转换成我们的天图哈，就是195页加，咱打哪徛的？咱比北纬对象，北纬对面加徛的，你会看到太阳怎么爬起来？来，咱看这个图，但我无画啊，这个课本画了较水啦。春分跟秋分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太阳。我讲的是北纬归线哦，咱都用是北纬归线哦，所以咱会差一点嘛哦。啊，两个嘛差无偌济啦吼。春分秋分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日头伊东边起来，到中间时，伊天顶差不多起23度半，跟正上方倾斜了23.5度。等到伊落山的时候，伊落这里西边啊，当时，当时的时阵，冬至日出方向的
东偏南。啊，伫咧提定的时候，正中为是一个偏23.5度乘23.5度的，23.5度乘以2的2倍，所以也倾斜对，差不多45度。所以你即摆袂当嘛，你即摆来是讲今仔阴天看无日头，你中头爱看日头，还是你干日吼？干日就会跟竹竿差不多长。啊，下次想啊，下次以东边北升起。中午在正上方，然后呢西边北落下，呈现这一种。这里北为归线哦。按你赤道嘞，按你赤道这3个圆圈就会站直。到南回归线，它就会往北偏，就是反过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阳光的轨迹图。那你啊，其实